何处断？却看乾坤莫山在，仰天长叹路漫漫，前世今世本无奈。常怀一笑红尘外，难道孤独自由在？难道孤独又在？难道孤独山在？又在山在？烽火日月天地转，人天沧海成悲哀。是非恩怨何处断？却看乾坤莫山在，仰天长叹路漫漫，前世今世本无奈。常怀一笑红尘外，难道孤独自由在？卢大人卢大人，不错。您看，我们是不是该回去了？那边有事情还在等着我。哦，你要是不说，我还真忘了。钟小姐，我们走吧。啊，鲁大人。大人，有件事，我想求教汪先生。那就快说，快说吧。找我？哎，这不是我的残月冷香图吗？这是何人临摹的这般无二？小女冒昧，请先生收小女为徒吧。哎呀，不可不可，万不可，万不可呀！这先生，我说错什么了吗？哦，没错，不错，不错。对不起大家，我要回家了。王兄，我要回家了。王兄，无论如何，你要给他提个诗句才行啊！是啊，不行不行，你要这样的话，就太对不起梅子姑娘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提吧。我不是，我要回家。来吧，哎呀，王兄，我这人我真的不行。你看啊，哎吧，好，哎，来。这个王世胜今天是怎么了？你知道吗？这大人有所不知，这个世胜兄这个家里那个老婆厉害了点啊。如果万一知道他在外面收了那么个俊俏的女徒弟，那这个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啊！难怪，那收不得。是。
好了，可以了吧？啊，对不起，我要告辞了。告辞，告辞。王兄，我真的告辞了，真的告辞了。王兄，你这告辞了。王兄，诸位兄弟，今天提示一时啊，可千万不要告诉我老婆，免得后院风波迭起。拜托，拜托了啊！王兄，拜托了，拜托了。这可怎么办呢？大人，林大人，怎么回事？找个人找到现在。大人，我到鸿雁楼去了，说是卢大人把他带走了，我要到处去找卢大人。可卢大人和李善大人到小陵山馆送银票去了。他送个银票，要带歌妓干什么？起来吧。谢林大人，此事您得管。青天白日，一个知府大人带着个歌妓满街串，成何体统？你下官听候吩咐。你急什么呀？有李善在他身边，谅他也不敢造次。大人的意思是？马大人，林大人在歇息呢，你没找着就没找着，怎么说个没完呢？臭婊子！你说什么？没说什么，我琢磨怎么办呢？好了，待会儿戏曲歌舞演出，不是还有这个钟小梅吗？有，这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林大人，马大人，哎呀，你怎么躲到这儿来了？卢大人到处找你安排戏曲歌舞的事儿啊，快去吧！我这就去。快点，快走，快点！落轿！马大人，请。四爷。哎呦，马大人啊，梅子啊，她回来了，在哪儿？快带她到戏场去，都等着呢。好，我这就去带她。朔风满耳梦初觉，多少香魂化冷云。梅子，哟，好一个清傲的朝林先生，我还以为他只会在宣纸上描红点绿呢，这不，又和我们家梅子勾搭上了，真是一个男盗女娼的假书生。四姨，你千万不要信口胡言，朝林先生不曾与梅子有染，你不要坏了人家的名声啊！我没时间和你贫嘴，带上你的琴，跟我走一趟。卢大人，你看我们来一趟不容易啊，你怎么也得给我们安排一下啊！你先别说，我们都来了，卢大人，你说这容易吗？啊，你怎么也得安排，你说是不是啊，卢大人？一个月安排好的，行，这个事情不要着急，那怎么安排？卢大人卢大人，各位已经到了，先等一下啊！马大人，你这怎么搞的嘛？乱成这个样子啊！一会儿钦差大人就要到了，赶快安排一下。您放心，各位请。各位，此番林大人和李善大人的南行，他想收各位大师的一些名贵的字画啊。各位大师是不是辛苦一下，略做些准备，也好让大人不虚此行啊？好，那我们就回去准备一些字画，也别让他们白来一趟。好，那就多谢了。好，咱们请。
快走。梅子，快进去。你就在这里坐着，弹琴等着，可不许乱跑。那我要出宫呢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跟我顶嘴？钦差大人要听你的曲子，你可不能再给我惹事儿了。要是再给我惹事儿，看我怎么治你。闪开！闪开！闪开！让我们看看，不让开！石头啊！哎，是大石头。盖住！哎，王指导，哎，王指，哎呦，累，我干不动了。哎呀，快去禀报马大人。正，累死了！哎呀！过去看看。哟，大人呀，行了啊！我说你们就别争了啊！小红花第一，红花湾第二，你们一个一个挨着来啊！那我们那您就第二。麻了，现在我说了都不算。钦差大人来了，他看了以后，他说你们谁弟媳，谁就是弟媳。马大人，什么事儿？那巨雁运到了，在哪儿？就在衙门外呢。走，看看去。马大人就在那儿。啊！哎呦！哎，把它打开。打开！哎呀！大雁子呀！这是怎么搞的？谁让你们运到这儿来的？大人，那您说运到哪儿去啊？这是我家的私人物件，运到我家去啊！我家在北门外的红顶子巷内，把他们都给我轰起来！轰起来！起来！快点！起来！哎呦！实在是太累了，没有劲儿了，我。你不能走啊！梅子，你要好好的活下去，无论如何要活下去，等着爹回来啊！听见了吗？梅子，梅子，郑大哥，梅子，王大哥，梅子，是他们把你锁起来的。我好害怕呀！梅子，别怕，这世上还是好人多。遇着什么事情要记住，就拿卢大人当挡箭牌，他是个好官。要是钦差大人想害我，陆大人他行吗？大哥，有件事我想求你们。哦，说吧。我想逃，你们能帮我吗？你说什么？再不逃，我就没有机会了。梅子，不是我们不帮你啊，可是咱们呢，也得替卢大人想一想。他和你爹一样是个清官，你这一逃，可就难为卢大人了。钦差就要拿他问罪，
什么欺君了、失职了，什么罪名都可以往他的身上安的。你想想，郑大哥，你别说了。梅子，我们知道你的心思，我们一定想办法救你出来啊！你放心，我们一定救你出来的。好，你们快走吧。快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大人，我们去看一看。快！哎呦，林大人，让！林大人，您请看。啊，大人，您请看。这是什么呀？啊，林大人，这是我搞的件稀世珍品巨燕。哦。这是我的大呀！哎呀，这是稀珍太大，就是看看。陆大人，这可是一件稀世珍宝啊！这些银两是从哪儿来的？谁说他马参会蠢的？我肯定。这么大的燕石啊，世上少见呐，这个值点银两。哎，私人呐，说的好听，还不都是老百姓头上割下来的？哎呀，你们这些人真呆！皇上要来了，这些衙门的大小官员还不趁机大捞特捞一把？哦，看，那就是巨燕。大人，这是下官买来送给您的。哦，这么大的家伙，你让我怎么背回京城啊？多顾些劳役，也就运回去了。不信您试试，我寻到的这件珍宝，绝不比印度的绿宝石差。哎，保准啊，让满朝文武惊讶，皇上保准喜欢。哎，真不知道此燕是从哪儿运来的呢？啊，从江西运过来的。哎，走了3个月，对，死了3个人，对。大人，过来跪下。哎呦，大人请看，哈气成水，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盛水不干。3个人还有10头牛呢，是啊，无价走了3个月，是老百姓的耕牛。是啊，哎，哦，你看，汉式珍品，龙鳞燕。当年唐明皇称此燕为龙鳞玉燕，此燕来自广东西夏盐的泉口，其色如龙鳞，扣之如泉水叮咚，色不溜笔，华不巨目。这种巨燕已经失传100年了，这麻三贵怎么能够弄到手呢？不知花费了多少老百姓的血汗钱呢？这是他送给钦差大人的见面礼儿。大人，您再看看这龙头，雕刻逼真，盘卧燕边呐。您呢，再看看这龙须子啊，多真呐！咱们到那边走，好。哎，咱们吃不饱，他们买巨燕，这可太不公平了。哎呀，多少人3个月喊了，像话吗？哎呦，死了3个人，真是。我的天，为了这剧院，这还死人了！得热病，我们从江西来，走了3个月，死了3个人呐，好几万两银子。是啊，这和当年给宋徽宗运花岗石，哼，有什么两样呢？是苦得很呐，一路上没吃没喝的呀。听说这路远不好走啊！嘿，这刮风下雨呀！大人，这巨燕呐，还有好多优点呐。但是最重要的，它是个稀世珍宝啊！林大人，下官能从江西运来扬州，就不能从扬州运到京城吗？
您就放100个心吧。哎，快来看呐！有人在衙门墙上贴了。走，咱们也看看。刘大人，那边出什么事了？来，大家静一静，静一静啊，静一静，都来看啊！给咱们大伙念念呢，扶我！哎呦！来，快看看，快去看看这个，100字呢。哎，这是板桥的字，仨俩的字儿的。卢大人啊，这墙上贴的是什么呀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好像是刚贴的，我们先看一看。哎，这哪位先生认字，给咱们大伙儿念念呢？啊，我来。谁认识字啊？我来。哎，来，这位先生给咱们念念。哎，让一下。燕石院。燕石院。宋徽宗独宠花石纲，乱了朝纲，啊，天下笑柄，父子成了人家孙子帝王。花无知，石无情，一朝触了天怒。花亦有情，石亦断肠，人人君子焉能有望？观想不及私会物，辅度如蚁凿低窟。都道搜赃立科郎，笑声几多哭，笙歌云外飞唱。一片灿烂辉煌，巨焰显，金龟玉笋无颜色。当心，花石好入房，门开合不上。任是铁壁铜墙，终引萧黄。说得好，太好了！哎，咱们大家伙儿那位先生再给咱们念一遍，好不好？大胆！竟敢在衙门口张贴反词！来人呐！赶快把他给我撕下来！是。让开！撕掉！你看，给老百姓说话太刺了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快派人包围现场！所有在场的人，一个人都不准跑掉！这。陆大人，你看这事儿。令大人，区区一张词文，何必大动干戈呢？哼！卢大人，你身为知府，岂能口出这种言语？你难道看不出来这词的反义吗？他可是句句辱骂当今朝廷，字字毁我江山社稷。快，马上包围现场，全都给我抓起来！快，都给我拿下！快拿下！反了！扬州的逆贼，扬州的刁民，我要把他们全都杀了！林大人，请您息怒。微臣以为此事尚需详查，一旦水落石出，再做决定也不迟啊。陆大人，你说呢？李大人说的极是。林大人，先别发火，火旺伤肝，何苦呢？哦，你看着乐呵是不是啊？微臣不敢，微臣不敢。我实实在在是为大人的身体着想。
老天可以作证。好了好了，事情已经出来了，卢大人，你有何打算呢？微臣还是蒙在鼓里。待我理出个头绪来，破这个案子还是有办法的。是呀。那好啊，我等着。马大人，小的听候吩咐。戏曲歌舞安排好了吗？一切都安排停当，就等大人莅临了。你给我闭嘴！这种时候我还能看戏吗？哦，林大人，为了这个戏，马通判可是准备多日了。依我之见，林大人还是去看戏，消消火。这案子嘛，有我呢。卢大人说的对呀，这么多的名角儿，天天盼，天天等，林大人给个面子，今天就连钟小梅也要登台献艺呀。扬州名角儿也好，我要先去看看。门口这案子就交给卢大人您了。是。林大人，请等一下。何事？说吧。有那张词文做证据，就足可以破案了。这门外的百姓，是不是可以先放他们回去？不行，这些都是人证，不能放。案子一天不破，他们就在这儿给我待一天。李大人，您来，过来呀！哎呀，是你们呐，吓死我了！您看，我们扬州人都没有拿枪，你们都没事就好，把我急坏了。黄慎，他没出来。糟了，出不来可就大祸临头了。那怎么办？林叔他会动刀子吗？现在还说不上。你们几位知道那反词是谁写的吗？看你们的样子，怎么连我都信不过？跟你说了吧，是我写的。你们连我都不相信，这太让我伤心了。李兄，切勿见怪啊！你一身顶戴花翎，谁敢跟你说个透心的话呢？是我写的。板桥啊，其实我早就猜出是你写的呀。那词写的太好了，一篇传世的好檄文，大快人心。大快人心呐！李兄啊，快点说说怎么救人吧。是啊，快救人吧！啊，今儿啊，咱们来几位，怎么着？听说衙门府门口有人贴出了反词，那可真是谢绝了。写了什么？那我也不知道啊。你不知道说什么呢？写了反词，谁写的？来呀，梅子。梅子，今天钦差大人亲自来看戏，这可了不得呀！梅子，你得高兴点，好好唱。要是让他看中了，咱们红叶楼可就发了啊！哎呀，我们来了，您来了，来，梅子姑娘，您坐。坐吧，梅子，我先走了啊。
是打了。林大人，今天来的可都是扬州的名角啊！请，林大人，请。李大人呢？可能是上茅厕了。多余的人屎尿都比别人多。哎，列位，列位，怎么着？怎么了？我刚才路过，看见衙门口贴了反词了。哎呦，什么反词啊？您给说说。我抄了一份。哦，哎呀，说说，您给念念啊。宋徽宗独宠花石纲，乱了朝纲，天下笑柄。父子成了人家，孙子帝王。花无知，实无情，一朝触了天怒。花亦有情，实亦断肠。人人君子焉能有望？哎呦，哎呀，接着念，接着念。官饷不及私贿恶，府度如蚁遭低哭。都道搜赃立科郎，笑声几多哭。笙歌云外飞唱，一片灿烂辉煌。聚宴显，金龟玉笋无颜色。当心，花石好入房。难道是他们？门开合不上，任是铁壁铜墙，终引萧黄。写得好，这写的是太对了。写得好，写得绝了呀！太要点儿。是啊，哎，这是谁写的呀？不知道啊。听说钦差大人下令了，不许一个人走动，还要严查呢。哎呦，说话小心点。哎呀，大人，这台戏可能不错。有红月楼的歌姬？有。哎呦，李大人，林大人，诸位大人，您请啊，请啊，请坐吧，请。哎，你们都给我听着啊！把那人写反词儿给我交出来，这样你们就可以回家去了啊！要不然呢，我告诉你们啊，受罪还在后头呢。哎，把写字人快交出来！哎，没你们说，记住路数啊！你一个啊，啊，林大人，戏马上就开始了。马大人，请看戏单。哎，你说什么？戏单啊，那就唱戏单。真滑稽。林大人说了，不唱戏单，唱滑稽啊！哎，马大人啊，你是真可以呀！你是凭什么混到现在这个官位啊？笑什么？笑什么？你们哪一根筋乱了？你大人，林大人，林大人，息怒，林大人，息怒啊！小的想出个办法，可以抓到罪犯。哦，说说看。只要把厂子里会写字的人都调到大堂上，一个个让他们写出字来，不就行了吗？大人。
您说这样行吗？你接着往下说吧。小的说完了。万一这厂子里一个都不是，那可怎么办呢？说的也是，不过为了平息这场风波，即使厂子里一个也不是，那也得找出一个来顶替。事业费心了，我卢某日后定当感谢。小人能为大人效劳，理所当然，理所当然。大人，我这就去安排。师爷且慢，容我考虑一下再说。说，反字是不是你写的？不是我写的，大人，不是我写的，是不是你写的？拉下去，把这个拉上来。说，反词是不是你写的？啊？不知道，快说，是不是你写的？不知道。好啊，你还敢？哎，你叫什么？我叫黄慎。看样就像个书生。说，反词是不是你写的？天底下的书生多了，你怎么知道反词就是我写的呢？你还敢顶嘴？把他给我拉上去！走，走，走。来了，说，反词是不是你写的？你说呢？啊？好啊，你还敢顶嘴？让你顶嘴，打死你！打死你！板桥，你干什么？疯了呀你！我去找卢大人自首。不能去，你先别慌嘛。你去了就是死啊！哎呀，就是死也不能让那么多人为我受连累。板桥，你先别慌。李善那头啊，在为我们想办法。真要是迫不得已啊，你再去也不迟啊。是啊，板桥，你再忍着点吧。哎，你忍着点吧。哎呀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为了一天，可是卢大人，您得想个办法呀。卢大人，咱们卢大人，啊，卢大人，哦，卢大人，李大人，诸位大人，我想和卢大人谈点私事，诸位是不是可以回避一下？好，各位先下去。好，李大人，告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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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走。李大人，请讲。卢大人，找到了吗？难呐，李大人。卢大人，请。卢大人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知道是谁干的吗？怎么？莫非卢大人这里有了什么头绪了吗？啊？没有，我正在想法子。李大人来找我，莫非是钦差大人有什么要事？钦差大人已经睡下了，我来只是想问问卢大人，如果你这里查到了真正的罪犯，卢大人该如何处置啊？卢大人，李大人，卢大人，卢大人，卢大人，板桥，卢大人，你干什么呀？板桥，你别拦着我，你不能说，卢大人，板桥是求你放了那些，这是为何啊？板桥是求你放了那些被抓的人，他都快疯了。板桥，你反词是我写的。卢大人，卢大人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
板桥，你想为门外的百姓解围，心情我是理解的。不，大人，那确实是我写的，你没理由不相信我呀。这不可能。板桥，我来问问你，你的字体跟别人不一样，你的字是6分半体，这是世人皆知的，可这上头是正宗的楷书，你骗得了别人，可骗不过我呀。大人，你是有所不知啊，板桥自幼习练楷书，我是标新立异才创下这6分半体混迹于世。你要是不信，你问问他们。曹大人，你就这样写啊。大清朝，皇帝陛下，还有10万火急，钦差灵书莅临扬州，这个官府收到巨宴，叫什么宴？微臣不太清楚，说不清是什么东西。这皇上看了，不是要怪罪我办事不力吗？哎，这个先空着，等弄清楚了再填上。接下来，这是一件举世盛事。接下来该写反词的事了，是不是？正是这样了。那你就接着写吧。我不说，你也知道该写什么啊？曹大人，写到哪儿了？林大人，这奏章的格式，奏章的格式怎么了？我印象中奏章的格式不是这样啊。哎呀，我说曹大人，你也是位老臣了，怎么搞到今天连奏章的格式都搞不清楚？以前的奏章都是属下写好了拿过来我过目，微臣没有亲自写过。哼，这叫什么事儿？林大人，我看还是让扬州府的师爷来吧，免得耽误了事啊。不行，此事不能外传，向皇上密报，外人一插手，还谈保什么密？那就让李善来吧，他是南书房行走，写个奏章应该不在话下。巨宴的事闹得满城风雨，回到京城，他反正是要说的，瞒他也瞒不过呀。对，就让他来写。他要有什么迟疑的话，这个写反词的人就是他的同党。这家伙我一直看他就不顺眼，正好给他来个一箭双雕。
是不容易，何必在乎爱与恨？留下一段真情，彼此都拥有，天长地久才是真。相爱相随到老，陪伴度一生，岁岁月月情更深。经过多少坎坷艰辛的旅程，为那风吹过一分。今生难得有情人，能知我心的伤痕，抚平我忧郁的苦闷。今生难得有情人，给我快乐和安慰，让我陶醉不后悔。春去秋来有机会，珍惜永久的依偎。今生难得有情人，今生难得有情人。